睇成才研究所，我係 Aaron。我係 Alex。Alex 啊，我哋放完個假翻嚟咧，個市都27000啦喎。冇錯冇錯。係啊，有咩睇法啊？而家我哋點啊？繼續定點啊？咁就都非常之接近我哋上一集講嘅28000嘅目標啦。咁但係我都依然係覺得樂觀嘅港股。咁啊，因為其實好老實，雖然今年港股升咗30幾個 percent 啦，暫時。咁但係你睇其實由2024年9月之前咧，港股係俾人唾棄咗3-4年嘅。咁其實嗰啲走咗嘅外資咧，依家翻咗1/3都唔到，再加上我哋咁多嘅基本面嘅改變咧，都唔計嗰啲增量資金，所以其實依家港股都仲係可以樂觀咁揸住一個比較 aggressive 嘅倉位，去繼續去部署一啲機會嘅，係啦。咁我哋有咩機會咧？有咩機會？咁啊，我認為啦，咁啊，除咗我哋一路揸住嘅一啲核心倉位之外啦，咁我都覺得要部署一啲嘅新賽道，咁啊，盡量想睇下點樣去跑贏個市場啦。咁第一樣嘢咧就我哋之前都有講過一啲嘅黃金相關嘅股票啦，有講過升咗好多，係冇錯冇錯。咁繼續揸啲都冇所謂嘅，始終而家黃金自己本身都升咗好多啦，咁金礦股都可以揸啲啦。咁另外咧就係呢一個創新藥啦，我之前講過創新藥中國嘅一啲邏輯上嘅變化啦。咁今集咧我想講一個新賽道就係機械人。都大家呢排好熱門啊，非常之熱門嘅一個 topic 啦。但係喺港股嚟講咧選擇唔多，所以我認為如果之後有啲邏輯上嘅變化嘅話咧，其實係會令到呢啲股票咧爆升得好快嘅。咁我先講講啦，其實即係近排都好多嘅事件啦，例如係Elon Musk 都有講過啦，就係話佢認為啦排名第2到第10嘅機械人公司都係會嚟自中國啦。咁另外咧Morgan Stanley 早排咧都出咗一份機械人嘅 report 啦，就係會話2050年嘅時候咧，其實呢個機械人嘅市場會達到5萬億美金嘅一個嘅規模啦。咁啊到時啦中國嗰邊咧大概就會生產到3億部機械人係嚟自中國，咁大概7700萬部係嚟自美國。咁所以我覺得咧，我哋依家係一個我哋其實依家都唔算最早期㗎啦，係已經係中前期啦，係應該開始要部署喺我哋倉位度部署下啲機械人嘅 position 啦。咁其實我先同大家講一講咧，就係機械人有分做5個唔同嘅級數啦，咁5個 level。咁5個 level 包括係啲咩 ？Level 1咧就會係一啲基礎嘅工業機械人啦，咁主要都係機械臂啊嗰啲，即係其實10年前咧其實已經普及商業化㗎啦。執貨嗰啲嚟。冇錯，執貨嗰啲係可能係 Level 2多啲啊 ，Level 1可能會再簡單啲嘅，譬如啲雙螺絲啊、焊接啊、抹窗機械人，佢樣唔似機械人，可能更似一個機械臂嘅啫。咁呢啲其實已經一早商業化晒，而且依家已經可以話係完全國產替代㗎啦。咁啊 Level 2咧就會係啱啱所講譬如話執貨嗰啲啦，我哋呢個叫做感知機械人。咁呢個感知機械人咧就會係譬如話我哋一啲送餐機械人去大陸嗰啲酒店嗰啲，你會見到啲送餐機械人啊，或者我哋有啲自己攞外賣嘅嗰啲嘅倉儲機械人啊。咁呢啲感知機械人咧其實已經都係非常之普及。咁我哋有一個 terms 啊，呢啲就叫做一啲嘅協作機械人啦。咁協作機械人咧，其實中國係佔咗86% 嘅 market share，都係非常之屈機。咁去到 level 3啦，就係一啲自主導航嘅機械人。咁例如係一啲嘅無人機啦，例如係一啲特定範圍或者路線嘅一啲嘅 robotaxi 啦。咁呢一啲嘅自主導航機械人咧，其實中國咧 market share 都佔到超過一半，54%左右。2024年嘅數據。咁其實我哋喺呢方面都係非常之領先啦。咁雖然係一啲軟件上面咧，美國技術會比較領先，但係我哋都係 catch up 得非常之快嘅。跟住去到 level 4咧，就會係一啲嘅 AI 協作機械人。咁呢啲 AI 協作機械人，例如係啲咩咧？譬如話啲嘅手術機械人啊，即係例如特定嘅某啲手術，而家變咗可能機械人就會比較準確㗎啦。譬如話係Apollo Go 啦，我哋都有試過，即係都有睇過可能 Apollo Go 嘅一啲嘅片段啦。或者係一啲嘅深圳其實警方已經係有用一啲嘅我哋叫做嘅警用機械人。咁呢一啲嘅商業化咧，可能我哋就暫時未算係好普及。咁但係好多嘅報告或者推測都預計嚟緊嘅2至3年咧，就會開始係非常之普及同商業化，大家喺街度可能都會經常見到呢一類型嘅機械人啦。咁最後一類咧就係暫時未商業化嘅，咁就係我哋叫做 AGI 嘅一種嘅機械，即直頭就同人冇分別㗎啦，直頭就係一個人嚟嘅。咁例如佢哋可以做啲咩咧？咁依家設計緊嘅，譬如話例如係有啲嘅智能嘅管家啦，例如 AI 嘅醫生啦，咁呢啲都係一啲Level 5機械人嘅啲例子。咁啱啱所講咁你 Level 4又有手術機械人，咁 Level 5又有 AI 醫生，咁有乜分別咧？咁 Level 4同 Level 5嘅機械人有乜分別？譬如話 Level 4嗰啲嘅手術機械人咧，其實你見到佢哋淨係可以做某部分嘅手術嘅，可能係某一 part。
咁但係 AI 醫生嘅話已經包括埋佢嘅診症、佢嘅診斷啊、佢嘅開藥啊、佢嘅手術啊、follow up 啊，成個過程咧基本上都會交由機械人去做。咁 Level 5呢個願景我諗就會係喺2030至2035年去普及化。咁但係我哋點解會叫大家可能依家就要開始留意機械人呢一個嘅賽道呢？咁就係因為可能10年前大家 miss 咗電動車嘅呢一個投資機會啦。咁但係依家嘅話呢，其實電動車當見到周街都係嘅時候，反而投資最勁嗰個紅利期呢已經過咗。咁我哋依家其實又係喺準備機械人呢一個紅利期嘅爆發。咁我會預期可能嚟緊嘅1至2年呢，就會係機械人一個非常之好嘅投資嘅窗口。咁主要我歸納咗5個原因，點解依家去投中國嘅機械人啦？咁第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一個硬性邏輯，就係人口老化。咁其實有好多嘅預測啦，都係全球其實每年咧都會減少1100幾萬嘅呢一個嘅勞動人口。咁其實去到2050年咧，勞動人口會減少2億6千萬左右。咁其實呢個係非常龐大嘅一個剛需嚟嘅。咁呢個剛需咧就正正需要機械人咧去取代。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因為一個勞動人口、勞動成本嘅上升啦。咁其實因為而家好多嘅制度啊，好多嘅經濟都發展得非常之快咧，尤其是大陸啦。咁變咗咧，好多嘅保障啊、補貼都係提升咗，變咗一啲已經冇之前可能嗰隻歌仔就係有啲好平嘅工人啊，去做一啲嘅令到你可以有一個好低嘅成本，然之後仲有相應嘅毛利去做某一啲嘅工業咁樣。咁依家已經係冇咗，反而呢啲工業咧就搬咗去東南亞去發展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就會令到機械人嗰個 opportunity cost 咧就會減低咗。咁跟住咧就第3點啦，第3點就會係因為我哋政府嘅政策嘅呢個推動啦。咁其實係早喺今年3、4月咧，中國係出咗佢哋宣布咗佢哋嗰個中國製造2025嗰個計劃啦。咁亦都擺咗機械人係一個重點嘅產業。咁我哋都係用嗰啲嘢嘅啫，都係用佢哋有好強嘅稅收減免嘅政策啊，有補貼啊，又有1萬億嘅國家基金去做投資啊咁樣。咁好多呢啲各類型嘅 comprehensive 嘅一個政策去推動呢個產業去發展。咁希望就當然唔會好似我哋之前講超級供過於求嗰啲嘅新能源啊或者電車嗰啲行業咁泛濫啦。咁但係我認為呢一個紅利期咧依家都係可以開始捕捉嘅。第4點咧就會係一個技術突破啦。咁其實由我即係出片開始都一直講，即係 DeepSeek moment 啦。跟住我哋好多嘅技術開始係俾外國嘅投資者開始擺入佢哋嘅目光啦。咁其實我哋除咗 AI 軟件開始 catch up 啦，我哋芯片開始 catch up 啦。咁我哋嘅例如我哋嘅5G 係非常之普及啦，我哋嘅硬件 infrastructure 非常之普及啦，亦都係我哋嘅一啲嘅生活嘅習慣都係非常之習慣用手機去代替大部分嘅一啲嘅日常嘅生活同操作啦。咁變咗我哋數據亦都係收集非常多。咁喺咁嘅環境底下咧，對機械人普及化、商業化嘅呢一個進程咧係非常之有利嘅。而最後一點咧就會係一個嘅國產替代嘅邏輯啦，同埋我哋成個供應鏈其實都揸咗喺手。咁其實我哋依家見到近呢2、3個月啦，我哋港股嘅即係我哋中國嘅芯片啦，喺資本市場度係非常之犀利啦，亦都好多嘅投資者去追捧呢一個行業啦。咁係因為大家都開始相信其實中國喺 AI 上游、中游、下游方面咧，其實已經係 catch up 得好快，亦都喺個成本相差咁遠嘅情況下咧，佢功效唔差得太遠，再加一啲地緣政治嘅問題啊、中美嘅關係嘅問題，令到國產替代更加順利。咁其實因為中國喺呢個機械人嘅供應鏈嘅上中下游，其實已經係揸咗一個好大嘅主導權。咁所以如果機械人係即係我哋啱啱講到人口老化啊、勞動力成本上升呢啲各種原因，令到有一個硬性邏輯去令到機械人係一個剛需。咁喺呢個剛需咁嘅大環境底下，中國會唔會 capture 到呢一邊嘅紅利？我絕對認為係會嘅。而我哋依家呢一個 moment 咧，亦都係你見依家上市嘅一啲機械人相關公司，可能好多都係最大都係幾百億嘅市值。咁係一個嚟緊2050年係一個5萬億美金市值嘅 market 嚟講，我哋而家絕對係一個非常早期，亦都係仲未開始踏入佢紅利期嘅一個時刻。咁所以我認為大家喺一個市況好啦，我哋依家又上到27000點啦，係應該加啲機械人嘅倉位喺入邊嘅。咦，咁睇嚟我哋而家都係要有新嘅部署喎。
係冇錯，我認為咧，我哋就由譬如話23,000啊或者24,000點坐上嚟嘅貨，咁有好多可能已經 in deep profit 㗎啦。咁嗰啲嘅倉位，我認為可以攞10至20% 嘅倉位先獲利，減低嗰邊嘅平均成本啦，再加入去啲新嘅賽道。咁例如啱啱講嘅機械人啊，我之前講嘅創新藥啊或者金礦股，咁呢啲賽道咧，其實我認為係一個好嘅市況，係有機會帶領個倉位去跑贏市場嘅。咁我都係時候翻去做下功課先啦。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